啊，看到我啊，袂晓叫爸爸。当然袂歹呢。你甲旧厝哦，创啊真有气质，会真正有整到我的。啊，恁最近好无？安怎？搁离婚啊？你要倒位？等去台北，明仔载开始上课。对，上课。爸爸哦，就是来接你上课的。我带你来上海新厝好无？还有真侪你喜欢的衫，还有佚佗物哦。啊，阮倒位拢袂去啊。歹势吼，毋是你，刚刚狒狒无你，我即马新太太就想要一个囡仔来陪伊的，新太太，第几个哈？第4个。你教伊囡仔家己生啊？李小姨，我毋是来找你冤家的。阮太太讲，狒狒这个年岁的囡仔上古锥，而且查某囡仔较大心，伊想要栽培狒狒以后接手伊的事业。关我啥物代志？狒狒，你新妈妈哦，拢替你安排好啊。你先去上海，贵族小学、初中，初中毕业了后就去美国留学啊。给。你放手，我袂好妹妹你姑姑啊！李小雨，你唔是少讨厌狒狒？我讨厌是你呀！你甲我放手！你也唔是你亲兄妹，你是不找你出来啊？狒狒，不要讲。哎呀，放手啦你！紧上车！你啥？原来就是你这款老爸，这还什么拢唔相信啊？这是我的家内事哦，跟你无关系啊！我会甲你废话啊！行啦。我想讲，你是来找我的。我哪会讲啊？你根本无要对我更不相信。那妈妈低啊，你莫讲啊，我妈低啊。莫讲。